就是每天都盥洗、洗澡，保持卫生干净，大家都有去用，大家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可以多一点的话是更好。台南市呢，目前的列车街友一共有251个，那其中呢有145个呢是在街头生活。好，当然市府呢在社会局这边呢也全力的协助街友，可以让我们街友们呢离开这一个街头，让他们过得更好。我们设2个街友服务中心，在南区跟新营区。这2个服务中心呢有配备社工员，还有配备一些设备，让我们街友呢可以做短期的庇护。那比较难得的是呢，在我们台南市火车站的前面呢，有一个街友自立生活服务中心，这个是在今年首创，全台湾呢也只有一个。包括说呢，街友访视，尤其呢天气热或天气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社工人员出去呢探访我们街友。街友呢如果需要职业服务，我们会帮他做职业训练。还有呢，街友如果需要沐浴，我们呢在这镜头里面有看到沐浴车。那街友如果需要其他许许多多的服务的话，包括说疾病，包括说返乡等等呢，社会局这边呢都会竭力为我们的街友达成他们的一个需求。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很多县市、很多地方，我们都有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成立了台南市首创生活自立支援服务中心，能够让我们很多好朋友来重新走入社会，那也为这个社会贡献心力。我们社会局一定全力来配合，在这个地方生活自立支援中心能够让这个地方经营得更好，服务更多的好朋友也服务更多的市民朋友。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7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让市民了解台南400年来城市发展的历史甲生活风貌，由市府都市发展局所主导的透南城城市展览上午正式开展。其中以 AI 科技所呈现400年前的风貌，佮再以数位智慧科技呈现目前的城市治理，上界引人注目。伫台南400年的即刻，为了让民众看见新旧融合的台南，市府由都市发展局主导，跨局处所规划透南城城市展，过后由副局长叶铁山甲贵宾做伙启动光挑，正式伫台南美术馆一馆开展。2、1，透南城城市翻新400年正式开幕，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台南。开幕式当中，用 AI 科技重现400年前的荷兰、清朝甲日本时代历史风貌，一直到台南现代化的历程，以及数位科技的城市治理，上界引人注目，邀请大家共同来体验。荷兰时期啦，那日治时期、清领时期，很多的画面已经看不到了。那这一次我们的策展团队透过研究，然后透过我们现在的科技，用数位动画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的民众来的时候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在几百年前它的一个样貌。所以，我想这是这个展览当中，会给予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惊艳的地方。展览当中，用艺术美学加文化思考的角度来呈现台南的过去、现在加未来的都市发展。北方市台南人的南美馆馆长有满满的收获。很多地方我很仔细看了一下，其实我因为不是台南人，特别的觉得有收获，也知道说台南有很多城市的建设，正在展开，也即将完成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台南在当代的台南在展望过去，在展望未来哈所做的一些努力。
台南是台湾历史的文化中心，斯巴达嘛是台湾都市发展的里程碑。透过6大主题展区的空间甲沉浸式的体验，必互台南再次成为台湾的焦点。另外，展览嘛延伸到大台南公车，用台南的情感线为主题，对转运站、火车头、美术馆一直到安平再生水厂拢有添课，用行动接驳来宣传台南400。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讲到台南的历史，位伫中西区的中山国中，就是日本时代台南州立第2高等女学校。该校因为原本教学行政大楼内进的能力不足，所以编了1亿外经费要来升起，预计2026年完工。伫热烈的人世当中，台南市中山国中师生相继40外档，再次迎来新校舍中建。champ thủ hay đi biết ơn hiến chiến tế cổ。动土典礼由市长王伟棣亲自主持。每天伫的教学行政大楼是敬业楼，这项新建工程总经费1亿8千多万，中央补助7成，施工采用新体后贴的方式，让校园整体更加完善。在96年，拆除掉的这个原来的行政大楼，那么因为这个有一栋这个后面的教室呢，那么因为耐震力不足。所以我们把它拆除了之后呢，重新在原来的教育行政大楼这个地方呢，重新做新的一个建筑。这个大楼是2层的建筑物，12间教室，还有加上地下避难的空间，像这个电梯，现在要找到这样的造价其实已经不容易了。新校舍设计秉持着中山国中的校训精神，除了呈现学校舞蹈课程展演空间，嘛甲艺术氛围融入市景，预计伫2档后完工。伫这个期间，学校嘛降低工程对师生教学活动的影响。那我们大门呢维持原来的工程，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围篱的安全措施。那工程车进出呢会从我们的东侧门，就从南门路那边呢就我们不提供给学生师生使用。中山国中历史非常悠久，伫日本时期是台南女中的前身。相信全新的教学行政大楼会当提升校园整体的功能性，嘛会当兼顾师生的需求甲空间美学概念。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有丰富的文化，其中爱食甜甜的台南人糖嘛是有历史故事的。伫处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过好的特别以手作工作坊的形式，邀请台南市35位青少年共同来探索糖文化。师傅实验的加糖，不断的洗白二甲，油成糖丝了后，加一段一段，就是龙球糖。这项传统技艺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愈来愈少看到。因此，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台南市儿童以及少年代表协会，就特别来办理工作坊，和青少年朋友手作体验。手很酸，蛮难的，因为那个粗细很难抓。这一开始要把它弄开的那一下真的很难，因为非常的硬。现在很多青少年可能对龙须糖都很陌生，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工作的部分呢，让青少年能够体验到龙须糖的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文化的部分。台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外，还有长途之称。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龙球糖手作的过程，启发青少年对着传统技艺的兴趣，体验古早生活的艰苦。龙球糖师傅嘛非常欢喜，会当把这项技艺传承落去。因为会的人呢，大概不愿意教，所以说慢慢的就比较越来越少看到。很开心，希望说他们可以知道这个糖有这个糖，甚至于知道它怎么做。那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学生能够在暑假期间好好的善用自己的时间，那参与各项有意义的身心的一个娱乐活动。社会局表示肯定，在暑假期间，让青少年多多接触传统技艺，认识无同的文化，培养青少年对台湾文化的理解甲尊重。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
今年已经迈入第3届合同杯街舞比赛，7月28日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主办单位市府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嘛联合召开记者会宣传，欢迎全国介意街舞的高中生甲国中生组队报名。对2021年举办的合同杯街舞大赛，到今年已经迈入第3届，因为活动一档比一档盛大。不但深受各界的好评，而且嘛成为台南市暑假期间上受青少年喜爱的活动之一。今年因为拄好文化中心成立40周年，主办单位市府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特别以演艺厅作为表演的平台，提供青少年一个学习、充实甲展演的空间。我们这个舞台其实是让本来在旁边跳舞的孩子。本来在全台湾各地跳舞的孩子能够进到我们演艺厅，我们希望那个过程其实是一段对自己、对青少年而言有意义的去追寻梦想的过程。那我想，其实对于青少年而言，其实有梦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在不同的阶段都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啊。那在青少年，我们可以打造一个这样子的街舞大赛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共同参与，那走向演艺厅的舞台，我觉得对于台南市政府而言，对于我们文化中心而言，其实都是一件与有荣焉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对合同杯青少年街舞比赛的支持跟肯定。每次看到这些学生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还有充满自信的表情，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当然也相对的激励我们未来要举办更盛大的合同杯的街舞比赛。那青春是人生的一个精彩的阶段，但是也相对的有很多的压力，然后需要透过不断的学习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希望呢，透过合同杯的青少年街舞比赛，可以提供学生们在烦闷的学习阶段有更不一样的追求自己兴趣的机会。然后舞出不一样的精彩的人生。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包括美学大师蒋勋嘛透过影片早来祝福。另外协助办理的 SFC 街舞的老师嘛鼓励青少年朋友踊跃组队来报名，希望未来街舞进入奥运，嘛会用为台湾来发光发热。举办第3届，其实最需要的是大家的推动跟支持。这群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展现，其实我们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街舞进奥运，这些未来就是他们就是最有可能的，不管是1年、2年、3年、4年后，他可能是为了台湾发光发热的一群年轻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场比赛，多多帮我们宣传。其实，如果有一次机会，说不定他们就改变了人生。在活动记者会中，现场嘛邀请国中组、中校国中、加高中组、新丰高中的街舞表演。报名期间对今日起到7月24日，预计受理各高中组各15队，而且还佫有solo的赛制。选手唔定会用伫团队大秀武艺，还佫会用伫独舞当中充分展现个人的风格。而且今年的奖金更加加倍。欢迎全国青少年朋友踊跃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因为大考高血压甲糖尿病等慢性病，加上晚婚晚生，让女性得到子宫内膜炎的比例，在10年来明显增加，已经是女性癌症的第6位。所以医生呼吁，如果患者想要保留生育，早期检测、早期治疗就真要紧。子宫内膜癌发生伫各年龄层的女性，尤其有肥胖、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得到子宫内膜癌几率较悬，加上荷尔蒙的失调、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嘛会增加风险。
吃饭的症状包括阴道无正常的出血、骨盆腔的痛痛，或者是腹部无爽快，都要早期来检查。子宫内膜癌的症状大概就是不正常的出血，然后其实大部分的最主要的病人是停经后的出血，所以只要停经后的女性有不正常出血的话，一定要就医。但是因为很多年轻的妇女的话，可能有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所以她的月经不正常。但是如果月经太不正常的话，还是建议要看一下，至少要评估一下她子宫内膜的厚度，去确认说她不是子宫内膜有长东西，大概这样子。目前是有年轻化的趋向，因为像我今年就碰到好几个都是因为子宫内膜癌，然后可能在外院做诊断，然后可能人家建议他把子宫拿掉，然后他又想生小孩，所以有来医院求诊。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个病例了，大概这样子。所以大概比较建议说，希望大家能够有健康的生活形态，然后可能像饮食啊、体重啊那些都要控制。但是遇到异常的出血的话，还是要请求医院医生的帮忙。因为晚婚加子宫内膜癌发病几率的增加，未生育的妇女得到子宫内膜癌的机会嘛对咧上升。因此，如果会用透过早期的检测，加上精准的治疗，也是会用保留生育的能力。目前的话，会建议挑病人比如说他是第一期的，分化良好的，然后没有肌肉层的侵犯的话，是可以用药物治疗。然后药物的话有所谓的黄体素，另外一个是子宫避孕器有黄体素的避孕器也可以做治疗，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病人有强烈意愿的话，其实也不见得要这个条件啊。像我碰过分化中度的，然后有肌肉层侵犯的，还是照样的做。其实等一下要介绍病人，他其实有肌肉层的侵犯，但是因为他想要生小孩，我们还是会努力帮他达成他的愿望。基美病院妇产科主任康介仪表示，在去年因为国际妇产科联合会特别将分子检测纳入子宫内膜癌的分期，因此会用更加精确的制定每一分期甲无共细胞类型的治疗方案，帮助病人选择适合的辅助治疗，提高治疗的效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协助孤单一人的朋友找到幸福，台北市民政局宣布，对7月28开始，将举办25场的联谊活动。另外9月8号的联合婚礼嘛开放报名，参加就有机会得到马尔地夫的蜜月旅行。其中蒋万安伫宣传会中嘛欢迎爱神丘比特，希望予有情人拢找到另外一半。传递幸福第1棒。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民政局长陈永德等人一起体验联谊互动游戏，结果第一次就成功。蒋万安也透露，自己第一次参加联谊是在高中时期，联谊的对象则是中山女高。我那时候念建中，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联谊，是跟中山女高，台北市中山女高联谊。那大家也知道，联谊不是就结束联谊活动完还有很多后续的联系。但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这边要郑重澄清这个我参加联谊活动只是当绿叶、当配角。为了协助单身朋友扩展交友圈，顺利找到幸福，台北市长蒋万安扮演爱神丘比特，射箭宣布台北爱情小学堂正式开学。从7月28号起，将举办25场次，包含摇摆舞、花艺、烹饪，甚至还有密室逃脱等多元主题联谊活动，呼吁单身朋友把握机会，赶紧报名，让大家能够在很轻松这样子相互交流，然后比如说花艺跟烹饪的过程，大家可以谈谈心然后共同的目标，然后做出一顿很好吃的美食，然后彼此认识。我想还有很多户外相关的活动都可以大家一起参与。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联谊活动让很多单身男女彼此更认识，然后就像选好跟善真一样可以结为连理。所以我们有25场次，那每一场次大概是40人我们不会太多但刚刚好，所以预计大概有1000人左右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尽量的参与，共襄盛举。
已经是三宝爸的蒋万安熟练的抱起小宝宝。这位小龙女是王选豪及许善珍夫妇爱的结晶，两人也是透过台北市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相识相恋，进而走上红毯的另一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我们其实在大安那一场的联谊活动也有相遇过，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缘分这样子。我们当时参加联谊活动的时候也是很腼腆害羞的，幸好工作人员都很友善，而且活动也蛮有趣的。记得当时主持人是用小游戏来破冰，然后我们换桌聊天，最后我们进行户外的活动。整体的这个联谊的规划活动呢，都非常的多元有趣，所以让我们很享受，而且很喜欢整个的联谊。蒋万安也宣布另一项好消息，很受好评的台北市联合婚礼将在9月8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为了鼓励新人踊跃参加，台北市政府也推出祝婚好礼3部曲。除了参加者有机会抽中最大奖马尔地夫蜜月旅行外，多家家电厂商也热情赞助多项实用家电。只要参加新人在婚礼1年内怀孕，还会再送上厨余机等家电好礼。还有参加北市府今年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并在1年内结婚的新人，还加码自赠电子锅等结婚好礼。我们都非常欢迎年轻的朋友参加我们的单身联谊活动，认识彼此，交朋友。下一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然后成立小家庭，生可爱的 baby。1年内如果步上红毯，3个阶段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一起响应。北市府方面表示，联合婚礼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1号为止，采线上报名，限额80对，额满为止。只要在台北市涉及或就学就业的准新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北市府期盼透过各项措施，给年轻人成家育儿最实际的支持，打造台北市成为年轻人愿婚乐生安心养的幸福城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大南埔青春议案已经进入第5摆说明会，对此市府祭出新的方案，包括22个月内青春的享有上悬60万的奖励金。不过会后有里长却认为市府无针对地方的诉求提出解套，所以居民青春的意愿恐惊也是无法度提高。大林埔迁村案在22日进行第5次说明会，高雄市长陈其迈坐镇其中，大林埔居民也几乎全员到齐。会中除了多位居民一一表达诉求之外，市府也祭出新利多。但会后有里长却认为，市府没有针对地方诉求提出解套方案，居民迁村的意愿恐怕还是无法提高。加速迁村这个奖励金，30万你甲想啦，那真正住伫大埔这的人啊，伊就是5万伊起厝起好啦，伊较搬过啦。看会到，食袂到啦。即下个人，你较侪人，几啊千间咧起厝，除了讲伊要变的啦，若无想讲要家己遐起，你讲要2担要起后，那较困难多啦。特别除了大起厝，伊22个月内底，伊无去外口租厝，你嘛无可能住屋补助互伊啊，你无可能互伊啊，对无？伊毋是讲伊毋了相调，所以有一寡人煞变成会当了着相调，一寡人完全拢全部都没有。都无当摕这金，足侪百姓毋知误解嘛。另外有居民因为共有土地经过分割之后，剩下不到15坪，迁村换地导致坪数太小，无法盖房子，也担心另外产生家族纠纷。也毋是讲伊来讲你迁村较来分割，迄就毋对啊。问题是伊足早，这就是一代世代传一代的物件，这个问题一定爱来处理。我有4笔土地，互有10几坪、20几坪啊。你无甲做，无法当先叫啊，无当起厝啊，你有效？所以有足条我20几坪就有够啊。迄其实毋是，但爱回甲做诶。伊即摆一直解释讲，袂再牺牲迄栖林地诶，迄无栖林地啦。你甲讲嘛呢？你讲有诶共笔土地人，你讲叫你协调，若如果大家感情无要怎？迁村大家虽然过性命，大家为了家己设想啊啦。所以讲即种你爱互伊主动会当夹。无够土地，无够15坪，你爱卖人，毋通讲别人单位遐钱，你遐个家己去分，大家就爱相杀啊啦！我讲真正。不过参与说明会的郑光丰议员表示，大林埔的环境不如以往，不少居民已经有迁村的意愿，市府已经善尽责任，很多执行细项也会在会后做出具体的回应。因为现况拖得越久，我想物价指数又越高，政府要迁村的成本就越高，那地方的居民
大家其实非常的焦虑。为什么会焦虑？因为我们如果要迁村，大家这段时间因为有地震有余所以我们自己房子的一些要翻新，其实这段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困扰。到底要不要再花，要不要再整修房子，都会造成我们大林埔居民的困扰跟不便。所以我们希望在好多的大林埔居民在这一次的说明会里面，大家也很多人在想说赶快迁村因为其实也没有办法是100分的迁村的条件。那市长也非常非常的明确非常耐心的听取地方民众的声音。那包括很多一些小地方，我想市长会在这一方面的小声音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去做回应大林埔迁村案已经确定成型，地方表示既然要迁，就要安顿好百姓，补偿到位。而陈市长也在会中强调，市长任期会做好做满，陪大家到迁村结束。看来在最后一场说明会后，双方还需要加紧沟通，才能将悬档已久的迁村案做出了结。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收看7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